今仔日高速公路顶的车换啊真多，台中的清水服务区因应着过年的人潮，准备的货量是比平常时加出着7倍到8倍。啊，讲预估这个过年期间的营业额有高达4000万。 今仔日开始休过年，台中清水服务区的店家人员无用补会，将单路放起的货价，都惊过年生意收好，物件卖了会卖互补。一透早，清水服务区外口的停车场又要插满车，服务区内底嘛开始有游客入来。店家估计过年期间生意会较好，所以特别提关比货量。一个7天的一个连续假期，我们预估大概4000万的一个营业额。在备货量的部分，大概我们平常日的7到8倍左右的一个备货量。800款的单路，后来到服务区民众有更较侪选择。我目前先买了太阳饼、柠檬蛋糕或是一些那个太阳饼，都蛮适合买的。对。这边的选择很多。9月1号，彰化系统往南到保养系统的路段已经开始塞车，车辆的时速拢已经放慢。高公局估计，伫今仔日国道会有5大地雷的路段，分别是9月1号往南由梅到新竹路段，以及彰化系统到保养系统。再来是9月3号往南土城到关西，也有快关到雾峰路段。9月5号往南南港系统到头城系统卖摊。5个路段伫年假第1天可能拢会塞车。高公局建议，要往南的民众上好是早起6点进前出发，或者是过中到12点了后才出发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